安怎提升台湾人的英语能力？本土语言正做方法。顶个月有民进党立委提议，要甲英语列做咱台湾的第二官方语言，引起一地人讨论。其实这个提议只是手段尔。我即摆要来讨论的是安怎提升台湾人的英语能力，因为这才是咱要达到的目标。以台湾目前学英语的现况来看，对幼儿园到大学，一礼拜平均有2-3点钟，这敢讲无够济？为虾米英语还是哩哩落落？追究原因，就是效率歹。要提升英语的学习效率，我的见解是安尼：第先加强母语能力，母语是学习外语的基底，母语若无好，要甲其他语言学好，就加深吃力。咱若通同时掌握本土语言甲华语，对学英语嘛有帮助。伫咱的土地，要甲本土语言学好，并无困难，是有决心无的问题尔。我认为心态比资源搁较重要。只要政府官员明文宣示，并且伫公开的场合使用家己的母语讲话，配合华语字幕甲翻译来辅助，像手语安尼，会使对立法院的质询开始做。相信这种示范作用，一定会互大家用心来学本土语言，搁免开真侪资源，是安怎毋做？刷落是推测会当甲世界连接的罗马字，日语甲中国的普通话，拢是用罗马字在学的。咱台湾国内各种本土语言嘛用罗马字在学习。罗马字是全世界超过100个国家在使用的文字也拼音系统。互囡仔自细汉惯习罗马字，自然对英语就袂惊吓，学起来轻松搁简单。这两个改变袂使干那互体制内的官员去规划，因为目前体制库仔内的人，就是这个制度的既得利益者，因无啥可能改革家己，所以我认为应该引进外部的力量，规划政府官员公开发言的机制，甲翻译系统的建立。过来设计一套简单适用的罗马字拼音系统，来代替即马华语的 b、p、m、f 注音符号。相信会当甲这两项工课做好，下决心彻底实施，台湾人的英语能力一定大大来提升。